佢今日嚟到咗九龍灣站，咁呢度有一個全新嘅宴樓，聽講佢嘅空中會所媲美到5星級酒店。我而家就嚟到咗佢呢個28樓嘅空中會所，離地面有成90尺高。呢度有一個私人宴會廳，可以邀請翻你嘅閨蜜過嚟咧，一齊嘆啡，傾下心事，欣賞到出邊咁開揚嘅一個九龍嘅城景。呢度仲提供埋一個 party room， 可以邀請翻你哋嘅私人廚師嚟，為你哋準備大餐，你摯愛嘅親朋好友咧，共度翻一個幸福嘅親密時光。呢度仲為尊貴嘅住客準備咗呢個天空酒窖，配置咗一個極度罕見嘅水道池。放工翻嚟啦，可以隨時落嚟一邊嘆 SPA， 一邊欣賞香港好出名嘅璀璨嘅一個夜景啦。參觀完個會所咧，而家就帶大家睇下佢33樓嘅示範單位。呢一度係屬於3房1套大嘅一個緊廚嘅設計，飯廳足夠放到一個6人嘅餐台。嚟到主人套房，咁呢度放到king size雙人床之後咧，都做到3邊落床嘅喎。而且咧，每一朝早起身仲可以望到嘅香港好出名嘅維港美景啦，同埋港島區嗰一片嘅山脊線，亦都係有足夠空間放翻個去到天花板咁高嘅一個衣櫃。主人套房嘅浴室咧，用翻呢個白色黃石做主材料，令到成個氛圍咧，感覺係非常之優雅、清新同埋自然嘅。第二間客房可以喺窗台邊放翻張單人床，亦都配置咗呢個成面嘅落地玻璃窗，去引入翻呢個自然嘅光線。至於第3個房間咧，就可以將佢改造成一個嘅閱讀室或者工作間，咁咧方便翻主人咧可以享受翻一個安靜嘅 me time啦，欣賞翻香港呢個咁出名嘅海景同埋城景啦。如果你都係一個追求生活品味嘅人咧，相信呢度係一定好適合你嘅選擇。另外咧，仲有啲係位於40樓樓上嘅1000尺大平層，你又中意邊一副戶型？快啲留言話俾我聽，帶你過嚟親身感受下呢一度嘅空中會所有幾咁豪華，同埋當然唔少得嘅就一齊欣賞咁有特色嘅香港城景啊！